歡迎收看今本日的福氣來咧！剛談到的很精彩的演出哦，你有感覺到？你有感覺到嗎？我在聽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是一個西部牛仔跟什麼？跟龍門客棧的老闆娘兩個人的對話。你說我這樣的形容好不好呢？這也是我第一次邀請到他們，我第一次現場聽他們的演出，我覺得很震撼。當歡迎兩位來到今本嘅福氣來，我係雜位，你也開始好好來了解你亞洲的樂團的故事，還有你亮啥係賣人呢？讓我們歡迎今天特別來賓藍調的鍾玉鳳還有 David。我們先歡迎 David。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係 David， 我係思敏。好，歡迎玉鳳，歡迎鍾玉鳳。大家好，我係玉鳳。哇，你好，兩位好。我先給剛剛的演出拍拍手。我剛形容的好不好？有點像，可是我沒有龍門客棧老闆娘那麼兇了。你有沒有，你有那個美豔。哦，謝謝。我先介紹一下，女士 Lady First。這個鄉種哈，一般來講都是客家人，姓鍾，在我們台灣來講都是客家人。你有個鳳字，讓我更肯定你是客家人。你是客家人嗎？我是，我係客家人。你是客家人哦，哪位客家人？哪裡的客家人？我父親是廣東五華縣。哦，廣東哦，大部分那邊廣東都是客家人比較多哈。那這位就特別了，我剛以為他是日本人，然後我又以為他是可能來自異國，類似菲律賓，亂講，開玩笑。結果 David 是從哪裡來？啊，對，我是美國華裔。哦，我爸媽是台灣人。哦，爸爸是台灣人，媽媽也是台灣人，他們都是。然後你小時候在？對，所以在美國出生長大。回來台灣多？回來台灣。回來台灣多久了？10幾年。10幾年了，哇！那我可以想象10幾年前，沒有，那我可以想象10幾年前他的國語可能就會我們聽不懂。對，所以就是因為我在美國出生長大，我以前都不會講中文。但是你卻有很好的利器，很好的武器 weapon， 就是音樂。對。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樂器。OK， 所以這個樂器它是一種吉他，它叫共鳴器，就是因為共鳴器基本上是這種設計，那基本上它是一個鐵的盤子，然後是聲音聽起來有點對，那種聲音，就是共鳴的比較不一樣，對，發出來的位置。那玉鳳，因為鳳倆大家就很清楚了哈，大家不會說它是古箏，好不好？因為它剛平放，它是什麼呢？它就是琵琶。哇，這個我覺得學古典樂器的女孩一直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你是科班出身嗎？是，我是科班。原本就是學音樂。對，我以前是國立藝專畢業。哦，然後主修琵琶。琵琶是。我覺得學琵琶，你知道我們在講到琵琶的時候，台灣很早期有一個superstar 叫呂秀玲，那個時候她因為拍了很多廣告，然後她的很有氣質的形象，我想那時候也影響很多人去學這樣的一個古典樂器哦。哦，這樣子。所以這樣前後加起來多長的時間學？我大概是9歲開始學，所以其實現在也好了，就不用再說了。不會，我不介意，但是我今年40啊，所以你看我學很久，這幾乎佔我生命的2/3。這個我相信，這個我相信。對，我們回頭來講哦，就是剛才那個曲目叫做是，剛才演奏的茶與 whisky。茶與 whisky 啊，這是非常 tea and whisky，我覺得非常非常棒。這個就像先恭喜你們這一次的專輯。謝謝。得金曲獎，對，這是在專輯裡面的曲目。是。那為什麼今天特別挑這首歌？這個曲子？其實我們演出的時候，平常第一首是這首歌，就是這個讓我們就是進入那個一起玩的狀態。哦。那這個曲子是你們共同的創作嗎？這曲子一開始其實是 David 的想法，就我們那時候一開始就一起玩，然後就開始彈，然後一起 jam。對，然後就我加進來 jam， 對。
然后就有一点 Tea and Whisky， 你知道代表两个对两个很不同的文化，就像这个虽然都是弦乐器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吉他大家就觉得是西洋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而且拿的方式也不一样，一个是直的，一个可是我觉得刚才琵琶这个没有违和感诶，两个合奏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很像两个人的对话，就像我刚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西部牛仔跟龙门客栈的对决，我觉得那样的感觉是很有张力的 ，you know， 好，然后碰到他我一直讲英文的，这样对吗？你就讲啊，因为唱的母语。然后我也很想知道，我刚刚一开始啊，当他讲给手讲聊到团那团名都蓝调，我跟你说，你们不要以为是 blue 那个蓝调调子的调，他们是掉下去的调。谁来告诉我为什么要取蓝调？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制作人钟世芳就提供一个方向，说我们不一定就是要去描述那个音乐，我们可以有一点想象的空间。是，我们想一种图案，一种颜色。那时候我想，那既然蓝调，我们就蓝色为基底嘛。那取一个掉下来的调，是因为希望我们在计划里面有一点。那个名称有一点活泼，对，所以我们有点生命的感觉，对，就掉下来这种重力加速度，是，所以跟我们印象中的蓝调是没有关系的吗？字面上看起来没关系，但是它是一个隐喻，是谐音，然后也很感谢 David， 因为就是他负责英文嘛，然后他也取了一个很漂亮的英文翻译，叫 Fade to Blue， 对，然后他说玉凤不是 blues 哦 ，blues 就是蓝调，对，他说就是蓝。就是慢慢变蓝，哇！所以我觉得这样非常呼应，非常好。所以我从聊天里面我就可以感觉到两个人的在音乐上的合作是非常 close， 就非常紧密的。我也很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什么样的契机？我们10几年前因为声响的关系啊，声响老师李声响老师，对，那时候在瓦窑坑3号，然后我们有邀请 David 的团，就是泥滩地浪人一起巡回，对，我们有玩过几次，然后就因为这样的因缘机会，就开始了音乐上的接触，对不对？那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就是除了认识声响老师，因为那时候团嘛，团跟团之间合作，但是也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这样。变成2个人的团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下觉得我们可以来应该是说2013年北美馆有个邀请，然后我就请了 David 一起来玩。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认识很久，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正式的音乐上的合作，一直到2013年，然后我们就开始玩一些东西。那到2014年的年底，我们就开始。更正式的就是琵琶跟蓝调的一个对话。是。那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就是在北美的第一次演出吗？那你还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2个人单独正式演出是什么时候？想得起来吗？你说单独第一次，就是对我们碰到的第一次。应该说你们单独去演出的第一次，就是北美馆，应该是北美馆。那天超冷，低温特报。然后呢？我就很冷啊，然后 David 也很冷，然后音乐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时候你想得起来那时候你跟 David 合作完你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很高兴，因为其实跟 David 认识那么久，然后没有一个机会好好的认识他的音乐。那时候第一次我非常荣幸可以跟他合作。对，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机缘 ，David 其实因为大大树拍了一个记录客家人离散到印度的纪录片，那么我写了一个曲子，那么我那一次音乐会呢，我就邀 David 一起合作那首歌是 City of Night， 然后 David 特别为那首歌写了一个英文歌词，是，所以其实那个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契机。这个是玉凤的感受。等一下广告转来，我们就要来听听 David 那个时候演出完后，对这次演出跟玉凤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要走开，我们待会见。我喺这位分享转到福起来了，今日来的好朋友，咩新朋友，让我们欢迎蓝调的 David。大家好 ，Hello everybody， I'm David。还有钟玉凤。大家好，我係玉鳳。哦，客语其实客家人自己本身就是
有那个客家的协议，马上就可以回到自己那个原生的语言，对不对？Give me 懂防疫，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你们来。刚才我们在讲到北美你们第一次的合作，对不对？刚刚是在讲这个玉凤合作完这个过程当中对 David 的看法，我就要问 David 了。那一次也是第一次跟这个台湾这么棒、这么有气质的女孩子、女音乐家合作，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刚才说那天很冷，对，所以我也记得很冷。可是对，其实这个是很自然，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就认识了已经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契机，成这个契机是就很感觉就很感觉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会还会做。后面还有很多想要做的，还有很多自己想创造的可能性。而且刚刚玉凤我讲到，你还为了那个曲子写了一个词，是对不对？是也收录在这一次的专辑来。对，我们的这张专辑有那个，你还记得特别那个词写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移民者的故事，其实是有关客家人在印度。客家人在印度，然后这个是19年级的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纪录片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个移民的故事很感动，所以我就写出这个。特别是因为你也是台湾人，然后你从小在国外长大，你可能更有那种。异乡人对，就是移民者的经验，我很少。那我也很想了解 David， 你一开始应该就不是学音乐的嘛？你是一开始学音乐？对，所以大学我读哲学。哲学哦，其实有点关系了啦。其实玉凤，你知道，其实他一直很不像玩音乐的人呢。他其实像一个学者，他不觉得。其实 David 是他，其实我们有一开始合作的时候常聊天，我们都在交换文化上的看法。他其实是很有气质，可能因为学哲学的关系，他有一种特别会让人觉得你看透我心中心事的感觉，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在音乐上面，我相信他会有更细腻的感受。对不对？所以他虽然是台湾人，可是他在国外长大，你也算是第一次跟就是跨界这样合作吗？还是说跨界之前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经验。那跟他之后呢，是不是更深了？对，我觉得就是跟 David 合作有一种就是那种音乐家之间的关系。那种。在音乐里面非常敏锐的感觉，我很喜欢。对。不过讲到跨界，刚刚玉凤老师说他之前就合作过，我们来看一下一段跨界的影片，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哇，刚才我们看到影片最后就是刚才我们聊到那个纪录片，就是对，就是 David 对那首歌。哇，玉凤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整段影片都非常非常精彩啊，好像感觉用音乐带着我们去世界环游了一圈哈。刚刚的影片里面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每个合作都很深刻，是，不管去德国也好，或菲律宾也好，对，然后碰到很多优秀的音乐人。是，那你这么多年下来，你也聊聊，就是跟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之后，对你的冲击跟对你的进化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文化上面的理解，就像这次跟 David 合作，其实就是美国蓝调的一种消化。对。然后之前跟不同背景的音乐家，他们的养成不同，有些是民谣乐人，有些是爵士音乐家，有些可能是古典的背景。对。大家都不太一样，然后这种文化上还有养成上面的形塑出不同的音乐风貌，这个根源会让我更着迷，所以这个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一点。而且包括你会想到说跟他们合作之后，在你音乐上面的创作能量更不一样，对。是啊，我觉得会受到一些挫折，像 David 就知道，因为我之前刚看刚才那个影片，有一个我跟一个外模音乐家合作过，那他因为很善用基数拍子，就5拍子、7拍子、9拍子，他都很厉害。是。然后那次合作我就很被打击，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我都跟不上。然后我回来我就写了一个7拍子，是。然后我就找了 David 合作，我就来折磨他，我说 David 这7拍子我们试试看。真的吗？有收录在专辑？有。我们可以来一小段吗？可以来吗？那个是12弦吉他，也是12弦。好，我今天很会挑。你都挑12弦吉他，是那首就是7拍子，比较跟我们汉文化的律动不一样。对。而且一般我们听中国的那种乐器的那个 tempo 是不一样，是平稳，都比较4拍。对。我就想打破一点，其实这就是因为跨界的经验带给我的一些冲击。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你也是学到了很多啊，就是我们学习到的很多。是。那我也很好奇 ，David， 我们刚突然就打断，我还想到说，你本来学哲学，怎么突然跳到这边来嘞？就很自然，就是我是像一般的学生一样，我喜欢音乐，然后小的时候都很喜欢摇滚，是，所以很自然的就去拿一个民谣吉他，是随便学，然后就慢慢发现我很喜欢吉他，然后我就是继续学。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一件事，因为我自己弹吉他，我觉得 David 今天也启发了我，这句话很启发我。他说，吉他是所有乐器中最友善的、最 friendly 的，我相信啊。对啊，对。所以我从哲学到吉他玩到现在多长的时间？我数不上。10几好，大概是快20年，快20年弹吉他。那你这一次，我想在20年当中，不管你有乐团也好，或是你自己玩也好，跟老师的合作呢，跟玉凤老师的合作，不管是这张专辑或老师刚聊到的嘛，对你来讲，你觉得用中国乐器加上这个，你觉得那个冲击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不同的音乐的背景，所以就是要找到一个地方，我弹我这种音乐，我可以怎么配合它，让它进来，然后也是相反的，然后找到一个 balance。对，所以对话其实是从对话开始，对话是一个开始，对，然后以后它就变成我们2个人的东西，要的东西。对。好，这个对话或者是磨合讲都很容易，但是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摩擦或磨合。我们回来好好再跟他们聊聊，不要走开。刚才聊到，就是说你们在音乐上面当然是经过很多的时间的磨合，包括文化，包括透过对话，还有乐器上的对谈。你们在创作也好啦，或者是在 play 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不要说什么乐器不同，男生女生不同，文化不同，想法不同，怎么办呢？我们先听女生好吗？我这方面我觉得特别幸运。怎么说？我跟 David 没有吵过架。真的假的？真的。没有怄过气？没有。他个性特别好，其实一定只要认识 David 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David 的人缘超好 ，gentleman。
他非常细心，而且他非常尊重女性。你如果说是性别，那我觉得我超级幸运，因为 David 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很高兴可以跟他有音乐上的合作。所以比如说音乐上有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很困难的，我如果真的做不来，说 David 我这太难了，他说好，那不用，他很快，对，他就很快就不会去勉强我，但我会尽力啦。是，可是我真的实在找不到一个方法，然后他也会想说，怎么样让我比较好进来？对，所以我这方面我觉得我超幸运，跟 David 合作非常棒，很棒，非常棒，他是一个很棒的人。那我要问 David 了，所以我的态度是我是注重，我们2个人可以一起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当然要吵架，我们可以吵架，可是吵架有点浪费时间，有点浪费时间。对。那玉凤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哇，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厉害，特别在音乐上面？其实，我应该先说，就是玉凤的个性也非常好，我们就很合得来，所以她也是很 easy going，所以我们就像2个朋友一样。那当然，我觉得跟玉凤做音乐，我觉得好，跟她一起合作。就让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好的做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点，就是说我不能懒惰，我要专心，我懂 David 的意思，因为可能他看到你有时候你真的很专注，即使你就像刚刚玉凤说，就算他做不来，我会尽力。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看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是做音乐或生活或工作上面，你必须要碰到契合的人很难，但是一旦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一起努力。有时候我们要设身处地，就像我们在玩音乐是一样的。那讲到你们2个之外，我就要讲到这一次，不管是这一次，应该说这么长久下来，你们有碰到让你们很感动的乐迷吗？有啊，有哈，我们很幸福啊。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巡回是，我们蓝调就是到台湾一些咖啡厅，还有现场展演空间，小型的。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个空间的主人，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台湾文化精华的地方。没错，他们都用自己的理念，然后非常少的人力，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把那个文化空间展示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上次跟 David 我们去巡回，我觉得到每个地方，然后每个人，还有那个地方的朋友，那些朋友，我觉得看得都非常感动。那当然尤其我们要特别一直谢谢一个歌迷，我们有一位乐迷，他一直陪着我们巡回。那我们一直心里很感谢他。他差不多每一场演出真的吗？会来。他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吗？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想他如果有看电视的话，他一定知道你们在讲他，对不对？他一定知道，我非常非常谢谢他。那对 David 来讲呢？因为虽然说你回来台湾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还不习惯的地方？对于台湾？对，没有，我就是越来越习惯，然后越来越喜欢。就像太多故事可以讲，可是我可以说是我算是台北人，现在算是台北人，我台北是我的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很特别的地方。你看他从国外回来，遇见了你，然后我们在这里发芽，在音乐上面萌芽了。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哇，原来音乐是可以这么的美好，就像2个本来不认识的人，对不对？对。那在这边要恭喜2位了，这一次的蓝调得到金鹰奖，有没有觉得很兴奋？玉凤？觉得很谢谢评审，因为我们其实我们2个有一点在状况外，我的状况外是说我们没有在想。没有在预期中得奖，对我们2个就想说怎么让这个东西搞好，怎么让音乐开心。我们其实比较多心力在弄着，然后其他我们也谢谢大树，就在我们巡回给我们很多行政上的支持，所以我们2个有点在状况外。然后当然得奖真的非常谢谢评审听到我们的音乐是，而且我刚刚在聊说这张音乐在制作上面就很特别，它其实是你们巡演当中的 live 演出嘛。
对，所以就是它是2015年，2015年，对，大概6到8场的现场演出，是现场演出，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录下来。然后录下来之后，你们2个人还有包括制作团队再一起来选出你们最喜欢的、最代表性的，或是让乐迷或看现场反应最好的。可见这是应该是说这是极品中的极品。我觉得因为现场演出很不容易，有时候我觉得在 play 乐器的时候，可能当下在 jam 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在下一场同样的曲目可能会擦出不同的火花，对不对？对，每一次都不一样。对，这就是我觉得听演奏专辑让我很兴奋，或听 live 演出的时候最让我兴奋的。我也相对的我会知道说，为什么你的乐迷会跟着你们走。因为我们常常在演出者会觉得说，我每次都演奏一样或唱一样的歌，你们真的喜欢吗？可是就我来说，我会觉得哇，我相信你们一开场的曲目再演奏一次，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不对？这是我今天得到很多很多能量，我要跟你们说的话，谢谢。谢谢。然后借这个机会，有没有谢谢这次得奖一些团队啦，或你有特别的话要跟他们说吗？就是谢谢所有来看我们的演出的朋友。其实因为他们很支持我们，就做现场的演出，去做巡回不是有的时候很辛苦了，所以就看到很多常来的朋友，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就是一个 power 了，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有脸书粉丝专页，就找蓝色的蓝，然后掉下去的掉，对，蓝调就可以搜寻到你们很多的相关资讯，对不对？还有给你们鼓励的话。但我也想知道接下来，因为2016马上要过去了，2017有没有特别的计划呢？玉凤，我们其实还没有想那么多，你知道我们2个一直在状况外嘛，所以这也不意外。反正我们就是还是要假设，就我们当然要继续，然后我们要有新的东西，是对，就是给大家更多惊喜。对，所以任何的讯息，任何想要知道的讯息，都可以搜寻一下你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按赞哦。我重复一次，只能按1次，不能按2次，因为按2次是取消。那就3次好了。对，3次也可以。好了，这个节目最后我觉得很开心，在这样的下午，即使我喝白开水，听你的音乐我都会醉。很谢谢你们。最后的最后，我们对彼此说一句话，好不好 ？David 先好了，你有什么话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对。太好了，那玉凤呢？我也是一样。太好，真的谢谢你们来。然后我也希望很快有你们巡演也好，或是专辑的消息，再来到福气来了，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们。我觉得在每一次的音乐当中，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就像2位，也许他们咫尺天涯，可是透过音乐让他们拉近之外，也透过音乐让更多人了解文化也好。个性也好，还有包括你自己心里想要知道任何的事情，今日当欢喜抢到2位哈，虽然讲伊撒下讲伊，伊撒系唔爱贵人，不过不管用版型，音乐系最后拉近大家距离一个好的一个元素。后来莫这块好好听他们音乐之外，也要好好的运动哦。我还找你，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福气来的粉丝专页，找到福气来了，好不好？不要走开，待会回来运动。